2025年2月21日至22日，大灣區女性非遺文化與創新產業交流計劃佛山篇，帶領咗40位香港婦女走進佛山，感受嶺南文化嘅獨特魅力。佢哋仲見證咗灣區發展嘅無限可能。交流團嚟到跟隨詠春拳師傅學習咗詠春拳嘅基本套路同埋招式，親身體驗以柔克剛、手中用中嘅精妙之處。我哋教咗一個詠春拳嘅最基礎嘅一個開拳式，咁但係開拳式入邊咧已經包含咗一啲自我保護嘅手法，即係譬如人哋一巴打過嚟啊，你點樣防身啊？師傅咧就好好啦，就介紹咗幾招俾我哋女士們嘅。真係嘅防身術，我哋真係感覺到詠春佢哋所講嘅柔啦，以柔制剛，同埋真係好有用咯。交流團仲嚟到南豐古灶，了解中國陶瓷生產技術嘅發展，同時體驗咗另一個非遺項目石灣陶瓷。咁我一路諗我屋企一路都冇門牌嘅。咁我就已經諗咗啦，做我屋企嘅門牌，同埋加咗我自己嘅姓氏落去做咗個門牌。喺陶藝師傅嘅指導之下，參加者仲化身成為陶藝師，開始咗自己嘅創作之旅。交流團仲嚟到佛山祖廟，深入了解佛山歷史文化、武術文化同埋民間傳統工藝。喺度參加者仲觀看咗佛山嘅醒獅表演。舞獅好精彩啊！喺我見過咁多舞獅裏邊咧，呢個係最生動噶啦。佛山唔單止有深厚嘅文化底蘊，就有溫暖嘅人民關懷。近年嚟，佛山市致力打造兒童友好城市，為兒童提供更好嘅成長環境同埋服務。交流團嚟到隸屬於佛山市婦女聯合會嘅佛山市兒童服務中心進行深入嘅交流。原來依家即係國內咧，佢發展呢方面咧發展得好好啊！好多活動，同埋地方又好大啦。佛山我20幾年前嚟㗎，變化好大。以前參觀嗰啲旅行咧，就係純粹係飲飲食食啊。今次呢個咧就有啲知識性嘅嘢睇下咯。搬我哋去嘅交流團都係講座，冇一啲咁嘅真係好似 workshop 咁嘅工作坊俾我哋做一啲嘢，去感受到。2日1夜嘅時間雖然好短，但係40位參加者都有各自嘅收穫。今次活動由香港工聯會大灣區社會服務社主辦，獲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同埋婦女事務委員會撥款資助。如果想知道灣區社嘅最新活動，就記得 follow 我哋啦。